百工讲台语，台语讲百工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的百工讲台语。今仔日啊，咱要甲大家紹介的主題就是寵物講台語。寵物啊，有人講是 pet dog， 啊，就是英語 pet 的台語式發音，有人叫因是動物伴。在過去的農業時代啊，人類定定來飼一寡動物來鬥做食、鬥拍啦。這個習慣啊，延續到今啊，咱啊嘛不定會佇厝裡飼動物。不過啊，這時動物的功能已經轉變做陪伴為主了。因啊已經變做是厝裡真重要的成員。那安尼啊，若是咱要買這寵物的飼料，還是要帶寵物去看病，要安怎用台語講咧？今仔日百工講台語啊，就要來和大家做伙來分享。即馬飼寵物的人愈來愈多，飼的動物種類啊嘛愈來愈多款啊。除了定有人飼的狗啊啦、貓啊以外，親像啊鸚哥、兔啊、龜、魚啊，也攏是真濟人飼寵物的選擇哦。在現代社會啊，問人恁厝裡有飼寵物無？嘛變做是一個會當開講的話題啊！啊，若要回應這個問題啦，咱要安怎應呢？咱啊，定會當應講啊，阮兜有飼一隻鸚哥和兩隻貓啊。若是要進一步了解你的寵物，會當對品種，也是伊身軀頂的花草，啊，就是華語講的花紋啊，來形容咱的寵物。有飼寵物經驗的人攏知影，自從有寵物了後啊，走寵物店就變做是日常生活裡面啊固定愛做的工課。佇寵物店啊，咱上常買的物件啊，就是寵物的食食啦。所以各種動物攏有伊專用的食物啦。所以咱定會問店員講啊，請問恁遮敢有賣兔仔的飼料？另外也會當迅速問店員講，有啥物適合狗仔的營養品呢？若是咱厝裡的pet豆啊，看起來無爽快，還是倒位怪怪，咱啊就愛帶伊去互醫生看。佇病院，咱就愛甲迄個pet豆、迄個寵物無正常的狀況，甲醫生講。比如講啊，先生啊，阮兜的貓啊，最近看起來神神懶懶，無啥精神，胃口嘛無介好呢。也是講啊，毋知安怎，伊即幾工啊，行路攏擺咧擺咧，是毋是腳受傷啊？動物啊，袂講話，咱啊平常時就愛加較注意，若有啥物各樣啊，就是無正常的所在啦，咱就愛緊帶去互醫生看，才袂愈來愈嚴重哦。上尾啊，咱來複習今仔日的句型。恁厝裡有飼寵物無？阮兜有飼一隻，敢兩隻？請問恁遮敢有咧賣的飼料？伊最近看起來神神懶懶，無啥精神，胃口啊嘛無介好。伊即幾工行路攏擺咧擺咧，毋知敢是腳受傷啊？各位觀眾朋友，今仔日的百工講台語就講到這，感謝觀眾朋友的收看。會記得去寵物店的時愛講台語哦，咱後擺再會。